有民众去爬高雄寿山时阵，那就是听到一款牛咧吼的声音。其实这是一款外来的四脚，或做亚洲金蛙。这款外来种对咱原生的四脚威胁是真大，所以讲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这暂时真拍拼在抓。伫咧这段呼吁咱的观众朋友，唔通乌白买动物来饲，更加袂使乌白放生。这款行为是会去伤害到咱本土的生态。亲像牛的叫声真旺，水库内底这只外来种的四脚亚洲井蛙，因为感觉有危险，将身躯顶大要来吓惊人。高雄市茶山花志刚初5早起去南寿山巡山时阵，都是雄雄听到这叫声无啥相像，豆豆听声去找才知影代志大条啊！港的母的拢龟，有一大堆两角大怪啊，全部拢是亚洲井蛙。茶山花虽通报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透明来处理。3只母的28只公的亚洲井蛙，佮3只那是入侵性外来种的斑腿树蛙，佮一大片的卵，爱可大，无法度清。 迄爱分几遍清，而且这也无水对无？卡厝若无水，伊走了，伊是乌空伫内底，藏伫个内底。主管处表示，进前寿山捌发现亚洲井蛙，不过地点拢是伫山骹的水沟啊，这是头一摆伫半山丘发现，因正重视。随甲中山大学生物科学系合作，启动调查监测甲移除计划。亚洲井蛙是1997年头摆现伫台湾。主管处强调，因为伊无论体型也是叫声，拢会影响本土种四脚的生态。后续会加强山顶的巡查，只要发现就会随刷掉。我们除了我们有委托专业团队去进行移除以外呢，那如果民众啊他有发现，就是因为他的声音真的很大声嘛，所以如果有发现他的鸣叫声音有的话，那就赶快通知我们，那我们就会直接就是请我们的委托团队或是我们的同仁就会去现场做相关的移除。高雄市茶山会表示，亚洲井蛙的皮肤有毒，在台湾会当讲是无天敌，有时阵会食一寡细只四脚，尤其伊真高生态，若是无好好处理，对寿山地区的生态又阁是一个大威胁。记者柯家族张用高雄场报道。